大家好啊！今日2025年嘅6月6號，特首李家超上咗任之後，仍然都仲有3個幾禮拜咧，先至正式3週年。但係宣傳機器就已經啟動啦。要唱好過去3年以結果為目標嘅管治成績。但係粉嶺皇后山村食水污染呢件事，上個禮拜五爆發，居民惶恐，官員遲遲未能夠好清楚咁解釋，盡快消除佢哋對食水裏邊有黑色雜質嘅憂慮，以結果為目標，未達標。李家超我相信都係高高興興，希望迎接上任3週年。皇后山村一盆污水照頭淋。李家超上咗任之後3年啦，就提早咧就搞下呢個宣傳喎嚇。首炮就係今日登出嚟嘅《文匯報》《大公報》刊出嘅專訪。根據《文匯報》嘅一段報導，佢係引述翻國家主席習近平喺2022年回歸20週年嘅時候訪港嘅時候發表嘅一篇講話，裏邊就對新一屆嘅政府提出4點希望。包括就係提高治理水平同埋切實排解民生憂難。文章就話3年以來，括住引述佢嘅說話，治理水平明顯提升，經濟民生等各項事業亦穩步向前推進。李家超喺個專訪嗰度就咁講，佢就話上咗任以來改變咗政府文化，令大家以結果為目標，整體施政步伐加快，優化行政立法關係同埋互動模式，亦都喺雙向互動之下凝聚咗更多嘅共識，紮實推動咗好多惠民嘅政策。中央上個禮拜就撤換咗中聯辦嘅話事人，新上任嘅主任周濟喺會見李家超嘅時候就咁講，話行政長官同埋特區政府係香港嘅當家人，亦都係治理香港嘅第一責任人。周濟又強調，習近平好關心香港市民嘅民生福祉，區議會、地區3會同埋關愛隊係3架馬車，期望佢哋發揮作為政府同市民之間嘅橋樑、紐帶作用，幫助市民解決憂心事、煩心事。水都唔安心飲，咁呢個一定係好煩惱啦，好憂心啦嚇。皇后山村食水含雜質嘅事件，上個禮拜五就已經見報啦。發展局局長甯漢豪去到禮拜3先至正式回應件事，話政府化驗所檢驗緊有關嘅黑色雜質，估計呢個禮拜內有報告。咁咧就強調溯源嘅工作要認真科學，唔可以只求快。又話好難估計黑點幾時完全消失咁講。去到琴日啫，即係局長講完1日啫，水務署同埋房屋處嘅官員就出嚟見記者，公佈原來化驗已經有結果，又話初步顯示大部分嘅雜質係所謂瀝青，我哋所謂瀝青，並夾雜啲樹枝，強調瀝青不溶於水，唔會對人體構成影響。食水風波爆發之後1個禮拜先至搞咗一個叫做正式嘅記者會交代。兩位官員就企咗喺個一大堆嘅所謂咪兜之前回答記者問題，都唔係坐喺度圖文並茂或者有所準備一啲圖解即係嗰啲即係嗰啲瀝青點會喺啲喉嗰度咁樣咧？之後整個記者會至今就係一個唯一一個正正式式嘅一個記者會，令人感覺到就有啲真係求求其其。瀝青令人諗到修路時喺時見到嗰啲黑色嘅一啲嘅物料攞嚟鋪路嘅。
官員不斷咁強調呢啲瀝青不溶於水，唔會對人體構成影響。又話曾經以熱水呢個烹煮，證實咧唔會釋出任何有毒物質。假如眼見水有呢啲黑色嘅即係瀝青，居民點樣安心使用呢？安心飲用呢？水務署署長黃恩樂就話：呢啲雜質咧，大部分都係瀝青，並且推算咧就自從2022年底就已經殘留喺個水管嗰度。呢個講法都真係嚇人一跳。有皇后山村嘅居民同啲傳媒咁講就話：如果呢啲瀝青已經2年幾就已經喺啲水管嗰度，咪意味住佢哋其實一直飲咗2年嘅呢啲瀝青水。就擔心長遠會損害健康。呢啲瀝青銅管2005年開始已經停用，但係全港目前仍然有大約700公里嘅水管有呢啲嘅瀝青嘅塗層。黃恩樂今日再喺一個電視台訪問嘅就話，長遠有計劃換晒呢啲有瀝青塗層嘅水管。又話考慮公開有瀝青塗層水管嘅位置，等市民決定係咪自己加裝過濾設備。瀝青水風波未平息。而家咧官方又透露，原來有咁多嘅水管有呢啲瀝青塗層。市民睇咗呢啲報道，我相信可能就會更加留意自己屋裏邊嘅食水。唔排除會有一啲新嘅個案出現。市民生活憂難已經有一大堆，乾淨食水都算係一個卑微嘅要求。對至少皇后山村嘅居民嚟講，呢個變咗係一啲仍然未解決嘅問題。呢個反映咗乜嘢嘅治理水平呢？地區問題、地區解決周濟就形容區議會、地區3會關愛隊係3架馬車。喺皇后山村食水事件上邊見唔到呢啲馬車發揮一啲實質嘅作用。民政及青年事務局琴日就搞咗個培訓講座俾全港嘅區議員。民青局局長麥美娟就話：區議員需要喺萌芽階段解決問題，透過加強同傳媒嘅溝通，等公眾了解佢哋嘅工作，說好區議會故事。瀝青水風波持續，真係沸騰。區議員上堂接受指導，聽咗一堆阿媽係女人嘅一啲嘅廢話。事件已經困擾住皇后山村居民一段時間，整整1個星期。當區嗰啲3架馬車未見發揮一啲好實質嘅作用。整件事至今只係見到一啲技術官僚嘅一啲嘅回應，但係佢哋嘅解釋混亂，用語輕率，越講就越混亂。呢個其實係管治失效嘅一個好好嘅教材個案。今日講到呢度，多謝大家收聽，請繼續平台 comment、like、share，祝大家週末愉快，拜拜。